好，平安，时间已经到吼，咱就先来开始。咱做来祈祷，听头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透过网络来自习。也今仔日要对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短的经文来思考。主你伫国外显现的时所交代遮的军队里的人的命令就是宣教的使命。也要透过今仔日搁一摆来思考，阮诚做基督徒的呼召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合伫地。也为着明仔载后日圣乐队会当讲要去到伫嘉义台南拿来伫遐来交易甲献诗，也恳求主你的保守同在，也家己来感动一个人，听做阮建堂的代祷的勇士，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恳求主你用圣神来开启阮的心灵，互阮会通来明白。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大家平安吼！今仔日要讲这个大使命吼，这一般来讲就是比较较这个咱讲较现代教会、福音派教会，也是讲比较较灵阮的教会，因真爱引用的一段的经文。伫这个大使命的中间，有一寡更较深的神学的意义。特别是咱咧讲到迄个三一上帝的概念，伫这所在其实是讲总清楚吼。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吼，咱也要对大使命这段短短的3节的经文做伙来思考，做伙来领受啦吼。一般伫圣经内底，咱咧讲的这个部分吼，咱会当看着讲大使命伫18节到第20节遮，16节到17节其实咧交代也是安怎有即个代志。伫这中间，咱特别来讲到16节，这头起先所咧讲的即个背景，耶稣是带11个门徒去迄个所在，甲因来找见吼。所以咱就安尼讲，因就是迄个使徒啦吼，是有即个宣教的呼召的门徒，咱拢叫做使徒吼。然后18节到20节，则是迄个大使命的内容吼，有诶内容。第17节咱嘛看到讲，其实伫这11个人的中间，无拄拄逐个拢相信啦吼。无拄拄逐个拢相信，所以咱看17节的尾了就讲，
不过有人还在犹豫吼，有人还搁咧怀疑即个耶稣到底是真诶啊假啊？伊咧讲诶即个物件吼，是讲伊诶显现吼，还搁有人咧犹豫诶中间吼，这是即个经文诶倒手边这是台语，正手边这是即个华语诶翻译。我特别用英语要来互咱来看有几个重要诶字，连伊我会小可去讲到即个所在啦吼。就是耶稣伫18节开始宣告诶时阵，就咧讲到权柄吼。伫即个中间讲到权柄，你注意甲看吼，即个权柄是咧讲一个权柄尔吼，一个权柄吼。连伊伫三一上帝概念中间，我有搁加即个吼来解释三一上帝诶概念是非常清楚诶啦吼。过来就是讲，已经互我吼，对耶稣来讲，这是一个被动诶吼。对英语来看吼 ，has been given to me 吼，这是一个被动，足清楚，毋是即摆有真侪较灵恩诶追求诶人，拢会讲哦，你都爱求哦，你求着一定会得到哦，你若求你一定破病一定好，无吼，无拄拄吼，迄个恩典，迄个权柄是迄个圣洁。是上帝互咱，咱是被动诶吼。耶稣伫遮表达真清楚吼 ，has been given to me 吼。所以咱伫咧祈祷诶时阵，着爱足细致人，因为你若看到耶稣基督伫迄个克西马尼诶祈祷诶时阵，着足清楚啊吼。过来就是讲，即个宣教大使命宣教诶责任是要去所有诶国家。all nations 所有诶无有排除条款吼，咱注意来看吼，伊无讲 except， 讲除了什么之外无哦，伊是讲所有的所有的。过来就是讲，互因来受洗礼baptizing them， 就是讲你爱去不断去招因来甲因洗礼，甲因行洗礼。所以牧师定定爱提醒啦，就是讲，咱咧讲诶时阵，毋通讲吼，即个牧师甲我受洗，这个文法是错误的吼。这个施洗是一个主动的吼。我若接受洗礼，叫做我受洗吼。牧师袂甲你受洗吼，牧师是甲你洗礼，咱若用中文讲叫做施洗啦吼。这咱就知影吼。过来要归伫虾米货？耶稣直接讲到三个名吼，伫这所在讲三个名，连我会去讲较清楚吼。伊讲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中间的介系词足重要吼。这介系词足重要，咱连伊会搁继续来讲啦吼。就是讲伊用 and 吼，伊用 and 的意思就是讲缺一不可吼，并且要要有父，并且要有子，并且要有圣灵这三个物件吼。好，过来就爱教示因所有的去遵守所有耶稣已经交代commanded 已经交代咱去遵守的，就爱教示因，所以。信仰的教育也非常重要啦吼，过来伊就应允讲，我会永远甲恁伫地，还是讲总是甲恁三个伫地吼，一直到迄个世界的末日啦吼，末了吼，到末了吼 ，very end of the age 吼 ，very end 是讲足落尾啊，无已经无比这较落尾啦吼，就是讲到伫世界的末日安尼吼，好。咱头起先要来讲到使命的时阵，就是爱倒来思考讲基督信仰的基础是虾米货啦吼。其实基督信仰的基础就是受诫命，过来有使命吼。你注意来看圣经，你咱甲读起来吼，每一个受上帝的施恩、呼召、引带的人，伊拢有伊的使命。每一个人的使命拢无共款啦吼，每一个人的使命拢无共款，但是咱拢知影基督徒拢有家己的使命吼，所以咱必须爱思考，就是讲迄个
革命的基础到底是啥物？就是当然咱讲的是约，咱有讲旧约甲新约吼，所以即两本册合起来，就是咱整个完整的信仰。所以大使命的基础是约，为什么讲约？因为耶稣讲真清楚啊，你着爱教示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所以你袂当讲去宣告讲吼，啊来哦来哦，你来哦，就会当得到救恩哦，啊你着一切拢真好哦，好势了了，毋是安尼哦吼。啊，咱来讲开玩笑的啦吼，讲古早吼，拢会讲来信耶稣着得永生嘛吼，这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嘛吼。啊，结果讲因为教会吼，着庄下教会嘛吼，啊较无遐尼啊经济遐尼啊富有吼，啊真久着无去整理迄个贼吼，啊结果着即边落一笔，迄边落一笔啊变做讲信耶稣得水牛啦吼，毋是对永生啦吼，得水牛吼，啊这是开玩笑吼，就是讲咱真济时阵会甲福音当作是一个提款机吼。提款机就是讲，你来哦，一定会得到福气，你啥物话拢免做吼。当然，这是咱的教义所咧讲无毋对啦吼。但是咱有迄个牧师定爱甲咱提醒，啊，佫是有迄个条件啦吼。条件就是讲，第一个你爱接受嘛，第二个就是你爱回应上帝的恩典，你爱遵守一切的命令。这耶稣讲的，毋是牧师讲的，也毋是倒一个人讲的吼。伫圣经大使命内底。讲甲真清楚，不但要甲洗礼，佮爱教示伊所有咱领受的命令。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教导，像咱伫礼拜刷文福长老佮伊带承认主义学，为什么要承认主义学？咱上主义学敢上无够？当然无够，咱信仰吼，逐工拢爱更新，逐工拢爱领受嘛。所以教示因一切咱所领受的命令。这就是咱咧讲的新的改变，是主所授予予咱的新的约，这个约定。咱知影吼，旧约拢总有39卷，新约拢总有27卷。牧师拄则已经有讲着，就是讲，咱袂当甲旧约分出去，也嘛袂当甲新约分出来。有诶拢坚持讲照旧约诶，啊有诶坚持讲旧约诶无效，干若新约才有效，毋对吼。咱整个诶信仰诶基础是新旧约全部，这才是一个完整完整诶约啦吼，完整诶约。好，所以咱要来思考讲，约到底是啥物货？约是毋是甲一般咱讲商业诶合约、契约、协议书，还是聘书，还是证书等等诶？对圣经的观点来讲，约是甚物货？吼，我想这是咱逐不是爱去思考的代志啦，吼。即摆人对约的重视程度是已经足浅薄啦，吼。随时可以毁约，特别是迄个政治顶悬，吼，说的都可以不算数啦，吼。这咱就知影吼，就讲，这个物件咱要安怎来去思考？对约的角度来去看到上帝的应允，这对基督徒来讲是足重要吼。圣经的观点来看约，其实就是迄个诫命啦吼，就上帝互咱迄个诫命，伊应允咱要得到福气，但是伊嘛赏赐诫命，互咱去接受吼。这甲社会上的约是无啥共款，社会上的约是一种平等的交易吼。咱最近。全世界政治顶悬上热门的，大概就是川普先生啦吼。咱会感觉讲伊足无公平啦吼。但是你也去看迄个整个的伊的理论的基础，你注意来看，有影伊就是咧追求一个无公平的改变吼。伊就是爱逼所有的国家上谈判桌甲伊谈判，爱有平等的交易吼。这咧大概是伊的基础啦吼。但是手段对毋对，这大家拢有公论吼，咱就无爱讲吼。那基本上，若咧讲到社会上、政治上、商业上的约，基本上咱咧讲是一个平等的。我付偌济钱，我得到什物物件，你会当去讲价下吼，但是讲好了，这就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基础伫迄个所在。
但是圣经内底约其实是无平等的，吼，什物叫无平等？无平等的意思就是讲，通常拢是上帝已经赏赐恩典互人，然后才开始要求人爱照伊的规定来去做啊。比如讲，咱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受呼召，伊已经先得到上帝的应许祝福，而且上帝早就甲伊应允有言讲，伊的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遐尼啊济。咱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已经先找摩西，一直甲因即个过红海、淹死即个埃及的精英的部队，然后佮征战，佮解决因的食物，佮得到水啉，然后才去到伫西奈山下骹，甲上帝来立约，上帝才颁布诫命。所以基本上伫圣经伫讲的约是无平等的，因为咱拢先领受着上帝的恩典，然后上帝才甲咱立约吼。这个概念吼，啊，我像讲我捌甲咱分享过，讲我的阿公迄阵啊，就是破病袂好，啊，然后啊去相命啦，去找迄个即个咱咧讲即个药仙的嘛无效啦吼，啊，就去改命啦吼，嘛无效吼，但是就透过宣教师的关心带导，啊，尾啊病得到医好，才决志成做基督徒，然后才决志成做一个马介学生，啊，成做一个传道者吼。所以这个就是咱咧领受着上帝的恩典甲咧约的关系。所以咱就知影讲，约是足重要的吼。啊，有真侪人讲旧约，特别是咱咧讲犹太观念的、犹太主义的人，拢会讲约是对亚伯拉罕开始吼，迄是选民的观念，那基本上这是足严重的错误啦吼。你若去看整个的圣经内底，拢不断咧出现迄个约的概念伫迄个内底吼，约会通讲是贯穿了整本圣经啦吼。咱照安尼讲来看吼，所以。牧师就用创世纪来讲吼，对这个出埃及记来塞倒转去来看啦吼。咱讲出埃及的约，出埃及的约就是上帝先甲摩西来立约，吼，叫伊着爱倒转去，吼，叫伊爱倒转去，吼，伊讲我是你的老爸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所以甲埃及的约。毋是干那追溯到亚伯拉罕的上帝尔尔，吼，就是讲是原起先吼。当然，咱看伫讲上帝伫遐甲摩西立约，叫伊去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过来伊伫西奈山，咱拄则讲的19章、20章了后，才开始来立约西奈山之约，吼，颁布10条诫命，吼，过来上帝甲约瑟的约。以色列人是安怎会去到埃及？就是因为当初是因饥荒，无物件通好食，啊，然后规家口仔去遐订米了，去互约瑟甲邀请过，伫遐定居落来。吼，所以这个约是因为上帝已经甲约瑟立约啊。约瑟甲伊阿兄讲，毋是恁找我来，是上帝大先找我来，为着要保全咱全家的性命。所以这是上帝的约。咱嘛看见讲。上帝甲伊同在，伊无论伫倒位，伊拢真顺利。虽然有当时啊，去互陷害，去关伫监狱内底，但是上帝永远保守伊，甲伊三角地地，然后到落尾，互伊会当来做宰相，来解决埃及甲你附近所有国家人民的困难吼。那因为安尼个倒转去说，就是上帝甲雅各家的约。咱知影。虽然雅各伊是一个足坚强的人，伊用计谋来夺取这个大囝的福分，吼。但是咱知影，上帝既然是信实的，甲伊立约了后，上帝就保守伊。吼，虽然伊伫伊的阿哥因兜去互欺骗3个7年，但是犹原才着安尼，互伊的财产这个家族会当兴旺。佮互伊安尼来即个所在会当愈来愈济的子孙吼。所以咱知影讲，即个约瑟甲因阿兄所讲的话，咱拄则已经讲着吼，就是上帝要来保全雅各全家吼
迄个旨意啊，这是持续迄个约继续落来吼。上帝甲以撒的约啊，伊是亚伯拉罕的囝嘛吼，亚伯拉罕的囝，上帝捌叫亚伯拉罕甲伊奉献吼，但是咱知影上帝已经应允要伫伊的身上来施着恩典，甲伊有入约，因为伊是亚伯拉罕所生的，这是上帝真清楚的定义吼，真清楚的定义，所以上帝甲以撒入约，嘛甲亚伯拉罕入约。咱看见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上帝讲要祝福互伊，也要互伊成做大国，也要互侪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安尼吼。过来，咱会看到迄个整个的创世纪中间，咱对第11节开始看，伫迄个所在伫大水了后，上帝就甲啥物人，甲拿阿的子孙吼。即讲闪啦吼，闪。咱咧讲，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基本就是上就是闪的后裔，闪族啦吼。所以咱咧讲希伯来文也好，阿拉伯文也好，咱拢叫伊是闪族语言啦吼。这就是上帝伫迄个所在来去保守因，甲因三个地地。伫圣经内底有看几若个人哦，几偌几岁咯，几百岁咯，遮等等的吼。即内底咱嘛有看到真长岁寿的吼遮真侪人吼。好，上帝甲咱的约就是迄个时阵，全世界拢犯罪得罪，上帝就保守因，毋但安尼尔，水摕去了后，上帝佫立永远的约吼。放伫迄个云彩中间，就是讲无要搁来用大水来淹死即个世界，所以所立的永约永约，就是上帝甲咱的约。上帝甲亚当的后代你看，咱有看到即个以诺伊甲上帝同行300年，等等，遮咱拢有看到，拢。上帝甲伊同行，就是一个约定啦，就是一个约定，一个祝福。咱知影耶稣基督伊降生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同在嘛，这是上帝的约。上帝甲亚当的约真清楚，上帝创造伊了，互伊放伫园内底，伊会当随伊食园内底所有的物件，敢若一项袂当食，但是伊甲伊的太太夏娃却伫迄个所在来犯罪。好。咱要来解决迄个亚当即个字的了解啦吼。亚当会当几个无共款角度的思考吼。伊是一个人的名吼，哈阿当哈阿当的意思就是讲 the 哈是迄个定冠词 the 吼。阿当是一个人吼，来指特定的人。迄个特定的人当然就是亚当这个人啦吼，这特定的人。那阿当佮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指所有的查甫人指所有的查甫人，这是第2个意思指所有的查甫人。再来，佮另外一个角度是指所有的人类阿当这个所在就无定冠词，无哈咱看头前这个是红色这个这个定冠词伫遮，后壁是这个阿当就是这个意思是讲全部的人上帝讲咱要照着咱的形象，照着咱的样式来造人，这个所在叫阿当。造人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包括查甫人，包括妇人人，就来讲 mankind所以阿当这个字基本上会当用3个角度来去看。第一个就是亚当本身伊是专有的第2个是咧指所有的查甫人，第3是咧指着亲像创世纪第9章第5节所讲的这26节就是咧这是毋对，第1章26节，这所在所讲的创造这个人过来第9章第5节这我这个解互咱这是伫第1章26节的所在好，第9章第5节伊嘛是安尼讲留恁的血，害恁的性命，无论是兽还是人，我要讨伊的罪，就是逐人的兄弟嘛是安尼，逐人是 every
people, every person 每一个人所以无分的无分的好，所以咱真清楚知影迄个大的使命，亲像咱搁倒转来讲，亚伯拉罕伊受呼召，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嘛交代伊证人要对安尼对你来受着祝福，所以咱知影，迄是一个约的基础啦，上帝甲受造对象的约，咱知影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这个爱丁园就是要互人来徛起，会当提供所有通食的物，咱知影，迄嘛是真清楚的约啦，所以要开始讲到大使命内容的这中间，咱几个问题，互咱家己去思考。我想伫讲义中间，咱已经有看到你认为咱的家己的信仰，咱是听伫旧约还是新约？有人讲无，咱拢毋是啊，咱即马是圣神的时代请咱会记哩。那对三一上帝的概念来讲，这个是不能分的有的人就把旧约当作是圣父上帝的时期，有人把新约当作圣囝上帝的时期，就咧讲即马就是脱离旧约甲新约，咱即马现代就是圣神的时期这基本上这个都是错误的说法了咱所相信的上帝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那个三一上帝你无法去分它，你可以用不同的角色去了解认识它，但是你无法度甲切开无法度甲切开，所以咱若用安尼去真侪时阵，咱对这个咱讲正统的教派内底，拢会用三一上帝的概念来检验这个教会还是这个教派是不是异端啦你若甲这种切开的时阵这个都有问题啦好，那用信仰的立场来看咱家己，咱是属于军队者咧食灵的也是信徒也是咱讲敢若门徒敢若对安尼尔或者是讲咱爱诚做使徒这互咱去思考啦伫咱的信仰的生活中间，咱逐不是爱去思考这个物件旧约中间提到的上帝是啥物人的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我讲有真侪教会是安尼讲旧约是以色列人的经文因为迄是以色列人的上帝，甲咱无关系旧约的上帝敢是咱的上帝这互咱去思考啦旧约的10条诫，甲现代基督徒有关系无？有真侪人讲十诫是过时的十诫是过时的，所以咱即摆守的是耶稣基督的新约新的诫命，是毋是真正安尼这互咱去思考啦基督徒是啥物意思基督这个词什么时阵才出现你知无你若毋知会当随时来问无要紧所以基督徒应该是爱做信徒，爱做门徒，也是爱做使徒。基督徒若敢若做信徒一世人会使无？基督徒若敢若一世人做门徒会使无？还是基督徒的目标就是爱听做使徒好，大使命的内容咱类似的无出甲写伫即个所在我就无甲伊安尼一一列出啦互咱参考安尼那基本上咱来讲到大使命，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个所在耶稣伫这个所在讲恁就是对这个门徒所讲的咱要思考是讲耶稣讲的这个恁是啥物人？当然是伊的门徒，迄个门徒几个人？对28章16节甲咱讲是11个尔，为什么？因为一个出卖耶稣，然后自杀死去所以剩11个。那现代呢？现代咱咧讲大使命，到底耶稣是咧甲啥物人讲？
是甲因为我要甲即个教会的小会长老，也是讲兄弟姊妹讲，咱爱诚做使徒。有人甲我骂呢，有人讲恁哪会当安尼？迄使徒只有12个尔。我讲若真正讲使徒只有11个，圣经甲咱讲真少，只有11个。耶稣所拣选的只有11个。尾啊，第12个是犹太死了后，因才对学生的中间抽签出来。然后保罗讲，伊嘛是使徒，是圣神甲呼召的。咱知影使徒的意义就是受差遣的人，所以领受呼召、接受差遣的人，爱称做什么货？才天空啦，按个意思所以咱是基督徒，到底咱是什么款的身份？用英语来问讲 ，Who you are？ 你是什么款的角色？你是什么款的身份？是永远诚做迄个伸手的基督徒，领受着上帝祝福，领受着别人服侍，还是讲咱爱诚做迄个有使命的基督徒安尼领受呼召的是复数啦咱知影就是一个群体咱知影教会建立是一个群体，不是个人。特别要爱讲一个群体的原因，是因为现代因为科技太方便了，所以真侪人拢伫厝里开电脑啦，开电视啦，伫遐就讲我伫遐敬拜上帝啊，这毋是耶稣呼召学生要来成做一个群体迄个群体咱讲12、11几个拢无要紧，像伊头起先呼召4个人才慢慢一直呼召着，伊是一个群体，大使命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所宣告的所以用教会角度来讲，教会是受到呼召，成做大使命的使徒。教会所以教会袂当无宣教，那安尼基督徒佫较袂当无传福音啦所以咱拢是受到耶稣基督咱的主所呼召，领受大使命的呼召的人基督徒应该是爱安尼爱诚做即种的角色才对啦大使命宣教的对象是甚物人？有一寡较华语教派的，因会阁有一个大使命的大目标。伊讲将来就要传转去伫迄个耶路撒冷传到耶路撒冷的时，末日就要到我听即句话，我就真怀疑啦我讲你身躯边敢无人通啊宣教？真正咱身躯边的人拢诚做基督徒吗？我感觉我安尼较实在讲，就是讲，迄叫做大头病啦就是讲，好像我是很伟大的宣教师安尼我的责任就是要互以色列人拢信主对啦，以色列人信主是终极目标啦但是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这宣教不一定要去国外呢。我甲一个还未信主的人来传福音嘛是宣教宣教其实是一个足化的解说的概念没有排除条款，没有限制性的对象法利赛人因就是受到牵制，因的思考毋对，因无去甲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呼召讲，万国万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无去甲即个放伫个头壳底啦好，所以对现今的教会，也是讲台湾教会，是讲咱三甲教会来讲，咱的万民是指什么人啦？咱要安怎去做才会当互万民来成做基督的门徒？早起我要甲连长要去捌你去即个彩绘玻璃遐，因的即个工作室，我就先去加油，我就甲迄个加油的小姐即姊妹，因为伊看到我的车是即个教会车，我就甲伊拄仔咧开讲，伊嘛咧甲我问，伊嘛知影咱教会咧起，咧问讲咱教会起安怎，当时要好安尼，我嘛甲伊咧谈。
我来讲你第一来教会，伊讲伊过去有对人伫中和遐教会但是迄教会关起来即嘛无我讲你第一来教会咱有机会，咱就是爱去宣教爱去宣教听起来伊是迄个聚会所的底啦所以伊就感觉讲伊嘛爱去等看聚会所出来，安尼无安尼咱有机会咱就是甲人去谈安尼好。领受使命去传福音是要互人正做什么人的门徒？耶稣讲真清楚，伫大使命中间恁着爱去甲人行洗礼，互伊归伫什么？爸囝圣神的名耶稣讲真清楚爸囝圣神的名。所以保罗讲啥？讲有人甲我跪拜，伊就讲毋通甲我跪拜，我嘛是甲恁共款嘛是人啊。但是咱会当看见讲有真侪迄种真有气力的讲员，伊拢甲家己变做造神啦造神安尼这个是一个危机啦这是一个危机甚至伊周边的人就是造神运动安尼咱爱会记得咱的使命是要招万百姓来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归伫耶稣归伫耶稣无有人会通代替耶稣基督基督徒传福音帮助人，互人得到利益的目的是要建立家己的关系吗？当然毋是啦，颠倒是咱要透过咱的关系，互人来亲近主，毋是要互人来亲近咱感觉讲我很受欢迎逐个人拢学了我安尼这毋是这毋是咱的目的。咱的目的是要互人来归主耶稣基督，这是大使命好，咱即摆进入来讲爸囝圣神的名The name of the Trinity God 就是讲 Trinity 是爸囝圣神的名。为什么耶稣要甲门徒讲爱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因为这三个名是无法度分开的无法度分开的为什么毋是干那像咱基督讲奉耶稣基督圣名求就好？咱之前有捌兄弟问过讲，谁咱基督改成信心这问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伫圣经有甲咱讲就是爱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在约翰福音内底文牧长老迄阵也有回答这个问题啦咱圣经有甲咱讲真清楚，因为透过耶稣，亲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若无借着耶稣，无人到爸遐去，迄个概念真清楚。所以咱是透过安尼要归伫爸囝圣神，这个三一上帝的概念这是大使命中间上界趣味的一句话啦上界趣味的一句话，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所以我尾仔阁来整理这个三一上帝的观念啦三一上帝的观念伫这个所在，咱注意甲看伫大使命内底，其实我即摆是倒边讲啦倒边讲是头前耶稣先咧讲的是所有的权柄拢互我我即摆先用洗礼来讲，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圣父上帝以及圣囝上帝以及圣神上帝，所以这是一体这是一体，这是真清楚明确的三一上帝观。这若对创世纪中间咧讲到上帝 Elohim 这个字是上帝的复数，单数叫做 Elohe Elohe 所以咱对伫创世纪第9章，咱看讲上帝讲，咱要照咱的形象，上帝毋是讲我要照我的形象咱这个咱是啥物的？就是三一上帝的概念伫迄个所在这个上帝 Elohim 是三好亚伯拉罕去接待使者有3位3位做伙来，这嘛咧表达迄个上帝代表三一上帝的概念伫这个所在。所以伫创世纪18章，咱看到亚伯拉罕接待迄个3个使者这是仪表迄个上帝三一的形象过来，耶稣伫遮讲到
咧讲到即个权柄吼，伊讲天顶地下的权柄拢已经赏赐互我。对英文的经文安尼讲啊吼，all authority， all authority，all 是全部应该是复数，但是 authority 是单数，所有的权柄是一个尔。对倒位来？对上帝遐来。对伫迄个爸囝圣神的上帝赏赐互我，所以三而一，一而三，吼，所以咱讲伊用一个安尼的概念咧讲着洗礼的时阵，吼，耶稣提到迄个施洗的时阵，你上时爱提三个名，用英语就介清楚吼，因为咱用中文也是用台语汉字来读的时阵，爸囝圣神的名。咱看袂出来伊的迄个中的介系词啦，用迄中的介系词但是有的人会甲你讲，我得用顿号，但是标点符号是后来才加的啦就是讲这个物件咱来注意甲看原文翻译出来意思是讲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三个名拢爱同时，and 就是讲以及不能免的，毋是或所以咱就真清楚知影，这是一个三一概念拄则牧师咧讲着讲某某牧师甲我受洗，这文法上是错误啦咱咧讲施洗约翰，咱袂讲受洗约翰施洗伊是主动。被洗礼的人是受，施与受，这不同款所以咱知影讲，这是帮我施洗的牧师，帮我洗礼的牧师，我受洗是什么时阵迄个我厘清概念就好了啦这不是介重要，但是讲，互咱知影迄个文词上的不一样受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啦所以领受洗礼的人称作受洗领洗，帮人洗礼称作施洗。也是讲帮我洗礼的安尼基督徒必须爱受洗礼，这是耶稣基督非常清楚的交代。有足侪人会问我都有落来做礼拜，我是安怎都爱受洗礼我想咱应该捌拄着即种的讲法啦我都拢有做礼拜我有咧奉献我是安怎都爱洗礼这耶稣基督交代足清楚的爱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安尼足清楚伫这个所在当然咱嘛知影有人还未准备好势咱嘛袂当勉强足侪人无接受洗礼的原因足侪啦有的人就是真爱伫教会内底像阮阿公伫花莲港牧会的时阵，伊就有甲足侪的这个厝边的关系拢真好伊咧牧会，伫花莲港牧会中间，也捌发生花莲港的大地震2摆的大地震，一摆我阿公阿嬷因住伫咧内底，结果呢，周边的厝拢倒去但是礼拜堂无倒礼拜堂无倒搁一摆呢，有时我听阮爸爸讲的有一摆牧师馆倒去但是阮的阿公伊无伫内底这对厝边的人伊就感觉讲恁所相信的上帝足奇怪足奇妙甲恁保守安尼我阿公捌受到足侪人的委托啥？委托讲我若死了你甲我用基督教的仪式迄个人啥物人你知影？是庙的庙公，因为伊的职业的关系。厝里的人也无同意，家庭的压力，所以伊无法度来受洗，成做基督徒。但是伊心内真渴望，有的人是安尼所以有的人嘛安尼讲保罗讲心相信嘴承认就好所以我毋免受洗咧但是咱知影嘴承认就是在当众告白，心相信不够，这两个条件是。而且 and 就是讲你心相信，并且你需要嘴承认，嘴承认是透过洗礼仪式
毋是安尼来听吼，所以咱着知影吼。过来有诶人是因为厝里有长辈，未离开世间，伊着感觉讲真歹势，袂当来洗礼，无即长辈感觉讲对长辈无友好吼。阮前礼拜吼去伫即个桃园诶山顶吼。着拄着一个原住民，因伫迄个所在有家己诶园吼，几若公顷安尼啦吼。阮着咧问讲，你敢是有去教会？伊讲无咧，我拜祖先诶吼。有台湾人，阁有真侪人是安尼吼，拜祖先，伊无要接受其他诶信仰啦吼，咱讲拜公妈安尼吼，嘿，无拜公妈就不好吗？拜公妈就一定足友好吗？这互咱来思考啦吼。有诶人是为着要领遗产，所以就甲公妈接去安尼吼。又真正有友好无？嘛无一定啦吼。有诶人讲圣经太感性了，我要爱用理性去思考特别是学科学诶人，足够用安尼诶角度去看信仰。伊拢讲恁诶。讲了拢伤过太神了吼，伤过感性，伊要用即理性吼。老师伫牧会中间要拄着一个药学专家吼，我尾仔甲伊说咧吼，伊伫教会出入几档，我捌伊诶时吼已经30几档啊啦，吼定定就来问我一寡圣经诶问题，当然伊诶问拢带有一些挑战性啦吼。像我伫美国捌拄着迄个太空总署退休会退任诶长老，虽然伊诚做长老但是伊对伫信仰阁有足侪疑问，伊拢用理性咧思考，定定着来挑战，特别是伊讲三一上帝诶概念，伊就想袂通，定定咧甲我讲即个问题吼，我当然甲伊讲真清楚安尼吼，但是伊就是转不过来啦吼，转不过来吼，伊就无法度想讲为什么3是1，为什么1是3安尼吼，好。话讲倒转来，即个药学诶专家，伊是伫台湾药学界是足出名吼，大概读药诶吼，拢爱读过伊诶册啦吼。伊伫教会慕道安尼30几档，定定看我咧讲着信仰咧挑战吼，安尼，这中间到尾有一工，就咧读着出来奇迹，咧讲着抗压，就一个感动咧讲吼。真可怜啦吼！一寡人就是安尼吼，想袂通，拢行家己诶路，伫旷野踅到40冬，佫踅到袂当入去应允之地。伊若准较早觉悟诶吼，就会当入去应允之地天国啦。然后我话锋一转，就是甲即个医学专家讲吼，你嘛时间差不多啊，得要40冬啊。结果伊真正伫满40冬迄个礼拜来受洗吼，这是上帝做工啦吼，就是讲，有诶人就足侪会坚持安尼吼。好，大使命诶中间，耶稣特别交代讲，我所教示恁诶，恁拢爱教示因来遵守。咱知影旧约诶中心就是10条诫，新约诶中心是新诶诫命。即两个诫命有共款无？有啥物无共款？咱现代基督徒要安怎来看？新的诫命甲10条诫吼，我就今仔无要用时间伫遮，因为后壁我会去讲着即两个部分吼。咱则过来讲啦吼。好，应允就是讲，耶稣伫迄个所在讲，你着爱将我教示恁会甲因教示。耶稣基督诶名真清楚，是拯救者你若用西班牙语读叫做 Jesus 啦吼。这是拉丁语叫做耶稣吼，就是咱咧读的耶稣啦吼。你若读这个拉丁语较清楚，会通知影叫做耶稣耶稣吼。你若用英语吼，你想无是安怎 Jesus 会叫做耶稣啦吼？其实对拉丁语的翻译来吼，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拯救者，亲像约书亚的字，其实甲这个字是共款的吼，就是讲上帝的拯救啦吼，上帝拯救。耶稣基督的名另外一个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的同在。
Emmanuel 吼，耶稣的降生代表上帝应允的实践，吼，要来甲所有的相信伊的人同在，来甲因同行安尼吼。这是马太福音所有言耶稣要出世，这是天使甲这个约瑟所讲的话吼。咱就知影讲，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吼，所以是上帝的应允啊，是要应验吼，要应验伫旧约的预言，特别是伫以赛亚，咱最近诶拢有读着以赛亚的经文，就是咧讲着即个上帝的应允，你要实践吼，你要实践约翰福音嘛真清楚咧讲着即个部分啦吼。14章16节，伫即个所在，耶稣讲：恁若听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祈求爸，伊就要赏赐恁另外一位劝慰者，永远甲你同在。因为耶稣都要离开，所以就永远甲咱同在吼。上帝无离开过，所以我一直咧强调讲，毋是旧约是迄个上帝，新约是耶稣。过来就是迄个圣神无，这分不开的吼，分不开的吼。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咧讲，道甲上帝伫地，道就是上帝吼。这个道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吼。约翰福音足清楚咧表达这个物件。17节来讲，真理的神吼，要互咱来甲同在伊讲伊要伫恁内底，定定甲恁同在吼。我无放恁做孤儿，要搁倒转来恁遮。无放恁做孤儿，是因为有圣神的同在。过来伊个应允要搁再伫末日的时阵倒转来吼，同在的应许啦吼。伊讲亲像我伫恁的性命内底共款吼。所以伫约翰福音内底，即种的哲理的思辨，伫遮足清楚咧表达迄个三一上帝同在吼。所以耶稣基督一直强调伊的应允，就是要甲人三个弟弟，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所以大使命内底，耶稣嘛应允哦。过来，我日日甲恁弟弟，我就常常甲恁同在。英语较清楚，我感觉英语翻译较清楚。伊讲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我真确定，我总是甲恁弟弟，吼。我总是甲恁弟，我真确定，我总是甲恁弟弟，无离开啦，吼，无离开，吼。所以伫这所在，咱会当对伫迄个原文的意思来看，讲咱会当去看到，会当有迄个经验，会当去体验，知影上帝耶稣基督是甲咱三个弟弟，吼。过来，直到世界的末了，吼，尾了安尼吼 ，very end of the age，吼。我伫遮无写着迄个 very 吼，迄个 very end 就是讲上落尾，上咧无搁再有落尾吼，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应允，要甲所有来同在，一直到世界尾了安尼吼。即个字甲原文甲耶稣伫迄个十字架顶要断开进前所讲的成了吼。完成迄个意思是共款当这个世界拢总完成，就是迄个末日会结束啦吼。好 ，OK 所以大使命要真做买了上帝要甲咱三个弟弟，一直到这个末日会来到吼，末日会来到，耶稣就要过来吼，这是一个真清楚。被动是上帝的时间，吼，是上帝的时间。以马内利的上帝实践，一直要到上落尾，无有离开过。吼，地球的人就甲上帝三个弟弟安尼啦，吼。好，倒转来思考来讲到改变的问题啦，吼，咱搁重新来思考者。耶稣讲的讲，你要将我所教示你所有的改变来教示因知影，所以专心专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真清楚的。这个新的改变的第一句，其实就是10条诫的头前4条诫，第4诫的前半段，爱守安息日来敬拜上帝。第4诫后壁面爱互人得到
安息，这是疼人吼，所以着爱疼人亲像家己。所以10条诫甲新的诫命是分袂开的吼，是分袂开的。意思就是讲，耶稣互咱的新的诫命，毋是真正新的，是用新的解说、新的领受去认捌旧约10条诫。吼，所以咱的方向就是爱疼主，佮疼人。方法就是讲爱尽心、尽意、尽性。尽心、尽意、尽性，对原文来讲叫做 with your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will, with all your mind。意思讲你全部的人的思想你的心、你的气力，意思就是全部的生命啦吼。爱疼上帝，爱疼人吼。目标当然是疼上帝吼，来荣耀上帝目标毋是要为着人，毋是要高举人，是要荣耀上帝吼，这是咱的目标吼。过来，咱咧拄则一直咧讲着，这是伫即个内容内底第3摆牧师讲着信徒、门徒甲使徒啦吼，所以咱就是讲爱诚做上老尾，诚做使徒有受差遣，有即个宣教呼召的人吼。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讲两个意思，一个是大写的 apostles 吼。这个是讲耶稣亲自选择的12个使徒，但是老尾犹太因为出卖耶稣来自杀，只有剩11个吼，这是咱所知。另外小写的 apostles 是受差遣者，是一个咱咧讲信差吼，信差 a messenger 吼特别是咱咧讲真特别的一个信差咧传福音的信差吼。咱受什么人的差遣？耶稣基督伫大使命中间讲真清楚，就是伊差咱出去传福音，甲人行洗礼，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所以这是一个实践啦吼，这是实践吼。如果使徒敢若12个使徒，才是使徒的时阵安尼咱今仔日就免传福音啦。咱着做军队者，举樟树枝的，举手讲等于是物件拢是军队者吼。军队者有可能念伊海即边，念伊海即边，因为伊的信仰无根基。咱毋但要做军队者，咱爱个做门徒开始学习。学习的目的是要来诚做使徒，领受着差遣去传福音吼。这是足清楚的啦。上老尾的部分就是讲，要甲这大使命，互咱放伫咱的教会，特别是咱即马咧建堂，咱有遮尔大的空间吼。即马其实毋是干那咱家己教会人咧看咱的建堂吼，其实伫咱的社区有真侪人咧关心咱的建堂。比如讲，伫迄个祖师爷庙头前咧卖迄个智慧果的迄个太太，我也定定经过，就咧问讲，牧师你搁去工地吼？恁即马去到倒位吼？逐个人拢会关心我跟你讲，过来有个人就会问讲，恁是安怎倒去遐大间啦吼？即马咱去起来迄个规模足大，经过人讲去遐遮大间，因无明白咱要创啥物货，无要紧，因无明白无要紧。但是咱爱家己足清楚，咱的空间、咱的设计、咱的使用，咱要做啥物？牧师一直甲咱强调分享，咱毋是要去一间足请赢的建筑物伫遐做家己欢喜的同乐会，咱毋是要安尼，咱是要一个真好用的空间来做宣教社区的服务。因为咱是领受大使命的教会，我真希望咱逐个人拢真清楚，就是讲建堂的过程中间，咱领受着足侪上帝丰盛的恩典，若安尼咱无宣教敢会使？像保罗讲，我亏欠上帝，咱无服务社区敢会使？这个事会影响咱伫后壁的规划甲运用啦吼，咱要做啥物，咱会当做啥物，这是咱足重要的思考吼。三标教会大使命，咱就知影吼，一间咱即马还无到
差不多130左右，120、130，咱的能力是啥物诶？咱欠缺是啥物诶？哦，咱嘛可能直接讲哦，咱即马欠财务哦，对，咱欠财务啊。为什么欠财务？这表示咱的用英语讲叫做 manpower 无够啦，咱的主要的气力无够，可能咱的人口咱的聚会人口，过来咱对伫教会认同无够，对伫基督徒的责任认识嘛无够，比如讲咱可能会当去看咱到底有偌济人有咧执行约定奉献，有咧参与伫教会服侍，有咧参与伫教会聚会，迄个比例偌悬，拢咧显示咱的教会的气力有偌济。要安怎会改变？要安怎改变安尼？好，咱的教会是在地教会，还是移民教会啦？什么叫做在地教会，还是移民教会？比如讲，我用一个例即马伫外国的台美教会，也是讲台欧的教会，就是讲台湾移民的教会，到落尾拢变做在地教会。为什么？因为因无要服侍台语以外的人，包括华语，甚至包括英语，所以因第二代拢离开教会。过来，新的少年嘛无可能去教会，因为因坚持用台语。咱三个教会是在地教会，还是移民教会？这咱想想啦对我来讲，三个教会对我是一个移民教会，我是移民嘛。我对美国移民转来我毋是三甲人啊，我对外围来伫咱中间嘛真侪安尼的人啊。教会要发展，绝对爱成做一个移民的教会啦，欢迎外口原本无伫这所在的人入伫咱中间这真重要。过来，咱的组成当然是用台湾人做主，咱的包容性有偌大？拄则我咧讲的，咱用人种来做区别，用语言做区别，敢是安尼？这敢是教会存在的条件？是三甲教会呼召嘛？有一工人有一寡讲英语的入来，咱要安怎？像咱即马有迄个讲越南语的，咱无才调服侍伊啦但是因着真乖拢入来遮济，就伫遐听咧咱有迄个包容性咱有迄个包容性。所以咱的语言有可能台语、华语，咱即马开始敢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这嘛是咱开始来思考的咱的宣教区域是旧城区，还是整个的三甲区，还是北台的特区？到底伫倒位当然，咱若讲较规划，就是讲咱无限嘛，但是咱嘛总是有一个主要的所在咱讲的教区伫倒位，过来要安怎来扩展？要安怎来扩展？这是咱爱去思考的。拄则咧讲的，咱的能力伫倒位 ？manpower， 咱的资源有偌济？咱的资源有偌济？咱有甚物款的优点？假如我甲连长长咧对捌你转来时阵，阮伫落嘛一直咧谈即个代志，咧思考。比如讲台北大学，咱的优点毋是地点，咱离台北大学算远的咱要安怎有优点来吸引因入来？这着咱爱去运用、去思考的部分。咱的人力、咱的资源、咱的财力的运用等等的过来就是咱来思考咱不足的所在伫倒位财力啦、人力啦、方向无清楚啦，咱无够有动力啦，咱的灵性栽培无够啦，自我要求无够济啦，等等这拢是咱伫了解到大使命了后，咱爱倒转来思考的物件啦安尼好，就甲咱分享到遮安尼来，有人要分享无？喂，牧师有听到吗？
好，我有听到，请说。啊，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那个施洗呀、港 C 类啊，嗯是不是是不是应该就是要牧师才可以？还是说像台北的教会啊，它嗯有比如说一个牧区，嗯它会有小组长、嗯区长、嗯，区牧，那是不是这些角色都是可以帮人家洗礼？好，我们应该这么说了哈，嗯每一个教会的制度都不一样了哈。那按照圣经来看哈，按照圣经来看，就是要非常清楚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非常清楚的人可以去帮人家洗礼。呃，哦耶稣的大使命的那个时期是没有牧师的，是没有牧师嗯的。但是在长老宗里面，我们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啊。比如说，呃，如果我们有那个还没有封牧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他是不能帮人家洗礼的。这是长老宗哦。非常严格的规定啊。嗯嗯呃，嗯，没有封立牧师的长老弟兄姐妹也不能去主持圣餐。那在一些所谓的外教派，就从长老宗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外教派，特别是现在的小组教会，那主任牧师就授权给区牧啦、组长啦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那虽然在长老教会不这样认同，但是呢，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今天，我李仁豪，我是在其他教会是小组长洗礼的，我今天要移到三峡教会来，要不要再重新洗礼一次？不用，哦，哦我们不是重洗派，我们尊重每一个教会的制度，但是长老教会不会这样开放，这是有差别的。哦，对，好，我们了解。只会请他做信仰告白而已。像我们嗯，在上一次哈，就是今年上一次的有3位啊，他们就是信仰告白而已。哎，对，哦哦，信仰告白是就是说，上次讲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使徒信经。哎，就是牧师会问几个比较基要真理的重点，然后让他去回答这样子而已。哎，哦对对对对，哦，哎，好，了解。好，那还有牧师啊，就是是，今天的课程啊，你一嗯开始你有讲说，基督徒不是一直求一直求就有，嗯，可是圣经里面不是有那个寡妇跟不义之官吗？就是对，他一直求，哈，就是耶没有错。稣的比喻。对，那我这部分不太清楚。OK，好，每一个的比喻，每一个的教导都有它的背景，跟他所要让我们明白的事情。那耶稣基督用那个比喻，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恒切的祷告。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要恒心的祷告。你不能说我今天祷告没有成就了，就说啊不好啊，好，你要恒切的祷告。或许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上帝要我们继续的跟他求。耶稣基督用那个不义的法官，是说，连这种不义的法官都会这样子，因为你一直求一直求就给你了，何况是爱你的上帝更会这样做。但是并不是说耶稣没有讲说你所有的求的都会照你的意思给你哦，他没有讲这句话哈。如果用祷告来讲，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亚说公杯啊，父啊，请你将这个杯移走。这个杯就是他要面对死亡的苦难。可是他后面那句话是最重要的，是顺你的意，不是顺我的意。所以，我们祷告要不要应许，不是因为我祷告。有一首敬拜赞美的歌，
很好听，可是我不太喜欢，因为那歌词有问题。要说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不对，上帝自己动他的手给我们恩典，不是因为你祷告又摇动上帝的手，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上帝有说你求就给你，可是没有说就给你你祷告的内容，这是有一些差别的。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没有错，可能会照他的方式，会照他的时间。或许他因为我们求的不对，他有可能就不给我们了。比如说耶稣的客西马尼园祷告就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例子嘛。耶稣祷告说，父啊，求你将这杯移走。上帝有没有移走？没有。在字面上，在表面上，上帝没有把耶稣说的那个苦杯移走，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让他来胜过更大的阴间的权柄，所以他复活了，胜过了阴间的权柄，然后让所有相信他的人可以一起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要成就更大的旨意的时候，他不见得会用我们所求的来回应我们。这样有解答你的问题吗？有清楚了，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好，牧师顺着小莹的问题，我再问一个，因为像就是牧师圣徒教会，就摩门教的那一些，他们其实在他们传道的时候，很可能就在家里面去就随意给人受洗了。对，没错，没错。基本上的话，我们应该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洗礼的或是认同这个洗礼是有效的，对吗？还是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有一点为难了哈。我们都知道末世圣徒是异端，我们也知道真耶稣教会是比较偏激。那他们的信徒要加入我们长老教会，要不要再受洗？不用，很肯定的，我们不重洗，所以我们会用信仰告白，让他更清楚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你了解吗？了解。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要求人家洗第二次了。我们相信，虽然他们的教导不是正确的，但是他只要能够拿出洗礼的证明，我们就没有权去要求他再洗礼一次。所以我们只能透过教导来让他明白正确的信仰是什么。了解。对，就是一信一主一洗圣灵的那个。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强调说，透过牧师用水行洗礼是圣神自己的洗礼。既然我们相信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否定他洗礼的时候，上帝的灵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为难了哈，有一点为难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我们如果是相信这个一洗一圣礼的，我们就不会去要求他要重洗这样。了解，谢谢牧师。会，好，还有没有？好，那无，咱是不是会当请嘉瑶长老带我们祷告好了，也为圣歌队明天一大早就要下到南部去林子内教会跟他们的圣歌队有交谊，一起来练习学习，然后礼拜天在南门教会献诗分享建堂的信息，也为这些事情祷告。好，我们就今天结束这样哈，谢谢。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在我们周末的晚上，我们有机会一同再来省思主你所要呼召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接下来你要让我们成为受差遣的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
谢谢主，透过牧师也帮助我们再次的去思考，因为受呼召的是三峡教会，而我们就是教会，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我们也同受差遣，为着三峡这个地区，我们有一个一个使命，一个负担。主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呼召。谢谢主，你今天带领我们有更多的思想，也透过这样的一些反思，让我们更愿意立志在你面前，成为那受呼召也受差遣，愿意与人分享福音的使者。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也为着圣歌队牧师他们南下到林子内教会，有一个交流，在圣歌队的交流，也在礼拜天的时候，在南门教会有献诗的服事，还有建堂的分享。求主你特别与同工圣歌队同在，让他们的行程当中满有主你自己的保守与恩典，让他们也能够在交流当中收获满满。谢谢主你的恩典，我感谢你一切的带领。谢谢主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也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晚安，谢谢牧师，明天我们谢谢大家6点就出发了。好，嗯平安平安。平平安安。